我叫進修科係服裝、成衣與紡織，仲有視覺藝術。我比較鍾意藝術，而且學校都俾咗好多發揮嘅空間俾我哋，所以呢間學校真係好啱我。老師同同學都對我好好，佢哋除咗教我書本嘅知識之外，仲好注重我哋嘅品格培養，好似要待人有禮啦，做事要認真堅毅，遇到困難嘅時候要點樣面對，我覺得呢啲對我成長同而家嘅工作都好有幫助。